现代台语版圣经民数记第4章，高学宗族的职责。上主吩咐摩西甲阿伦讲：恁着照宗族甲家族点算利未人高学的后代，对30岁到50岁伫会幕当值做工的人的人数。高学的后代着负责管理会幕内面至圣的物。要选赢的时，阿伦甲伊的囝着入去会幕，将热早的场里摆倒来砍约柜，搁着用上顶的皮砍伫顶面，然后砍顺拿的布，才甲约柜穿卷。因着用蓝色的布处伫摆献祭的饼的桌，将这个盘、撇仔、奠酒祭的壶甲杯摆伫迄顶面。献祭的饼着留伫桌顶，摆献祭的饼的桌着砍朱红色的布，搁砍上顶的皮，才甲桌仔穿卷。因着摕蓝色的布砍灯台、灯台的杯、灯盏、灯盘以及所有堆油的器具，搁着将灯台甲灯台所有的器具用上顶的皮包好势。下伫运搬的架顶面，因着厝蓝色的布伫金祭坛顶面，搁用上顶的皮砍底，才甲坛穿卷。嘛着用蓝色的布包圣所内面所有的器具，才用上顶的皮砍底，下伫运搬的架顶面。因着将祭坛的火釜清互清气。用紫色的布砍伫祭坛顶面，搁着将祭坛得用的火鼎、肉炊、tú仔、盘下伫祭坛顶面，然后用上顶的皮砍伫迄顶面，才甲坛穿卷。要选赢的时，阿伦甲伊的囝将圣所甲所有的器具包好势，然后高学的子孙来扛。毋过，因毋通摸着圣的物，才免死。会幕内面这物件是高学的子孙着扛的。这是阿伦的囝以利亚撒着负责管理点灯的油、香料、常常献的素祭，甲通抹的圣油，嘛着固守会幕甲内面所有的物件，以及圣所甲圣所所有的器具。上主吩咐摩西甲阿伦讲：恁毋通互高学宗族对利未人的中间受消灭。阿伦甲伊的囝着入去会幕，指派因逐个人着做的工作，着扛的物件，通互因伫瓦棍至圣的物的时，还会活免死。因袂用得入去看圣物运搬的有备工作，才免死。结顺宗族的职责。上主吩咐摩西讲：你着照宗族甲家族点算结顺的后代，30岁到50岁伫会幕当值做工的人的人数。结顺的宗族着办理的工作，着扛的物件是这个，因着扛会幕遐个帐幕、会幕的挂，迄顶面上顶的皮做的挂。会幕的门篱，会幕甲祭坛周围的埕的布围甲门篱，锁仔甲因得用所有的器具，甲这个器具有关的工作，因拢着负责。结顺的后代着照阿伦甲伊的子孙的命令扛物件，办理事务。因要扛的物件，恁着交代因负责。以上是结顺宗族伫会幕的职责，因着受祭司阿伦的囝以他玛监督。米拉利宗族的职责，你着照宗族甲家族点算米拉利的后代，30岁到50岁伫会幕当值做工的人的人数。因伫会幕内着负责的职务，就是将会幕的帮、番弓、挑。有笋空会做，埕周围会挑会做，铁仔甲锁仔，以及得用的器具，
逐项着光的物件，拢着有指定的人负责。以上是米拉利宗族伫会幕的职责，因着受祭司阿伦的囝以他玛监督。利未人的人口调查，摩西、阿伦甲会众的首领，照宗族甲家族点算高学的后代，30岁到50岁伫会幕当值做工的人的人数，共2750名。这是摩西甲阿伦照上主对摩西的命令，点算高学宗族伫会幕当值做工的人的人数。结顺的后代，照宗族甲家族点算，30岁到50岁伫会幕当值做工的人的人数，共2630名。这是摩西甲阿伦照上主对摩西的命令，点算结顺宗族伫会幕当值做工的人的人数。米拉利的后代，照宗族甲家族点算，30岁到50岁伫会幕当值做工的人的人数，共3200名。这是摩西甲阿伦照上主对摩西的命令，点算米拉利宗族的人数。摩西、阿伦甲以色列会众的首领，照宗族甲家族点算利未人，30岁到50岁伫会幕当值做工、扛物件的人的人数，总共8580名。摩西照上主的命令，指派逐个人着办的事务、着扛的物件，因拢照上主对摩西的命令安尼定录。